台南市调查处今年2月份接到证据，有制毒集团伫咧台港公园附近的渔村制造安非他命等毒品，马上成立专案小组展开搜证，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，伫咧6月13风台天进行搜索行动。调查员伫咧渔村工厂掠到20多岁单身李姓嫌犯等2人，另外一名王姓主嫌为伫咧安南区徛家，由专案小组借着丰富的掠盗经验，开一番功夫，伫咧电视后边的密室掠到人。其实跟监已经跟很久了，可是一直没有发现他在整个透天厝的现场，从1到4楼搜索将近1个小时都没有发现他。可是我们当时已经发现他应该是还在这个住处里面。根据着调查，该制毒工厂周边拢是渔村，毋但路下环境也个压贴。制毒集团伊着高价新组，为着无要互人发现，嫌犯竟伫咧渔村内底饲良好石斑甲草虾啊。也是一边养这些，就是他会载饲料来这边，然后顺便设了10几只监视器，在监控这个画面，看怕就是说，因为本身他放了大概有6、7只的氢气瓶，他打算长期来制毒。不过，所幸我们就是长期跟监，然后就是他在将毒品流入市面之前，就已经把它给查获。这回总共找到30包甲基安非他命、4包 K 他命，毒品加比包1000包，加起来超过220公斤。若是捞出去，市价高达2亿。另外，还有现金456万，制度相关机械设备等等。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，台南地检署依法起诉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